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是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77首，至圣至关上帝，请咱大家起立。177首。请咱按头三角来祈祷。全能的爸，阮的上帝，我们伫这个感恩的季节内底，我们要搁一摆来算效你所温赐予阮的恩典。对104年前，你为着阮伫这个牛埔这个所在设立双连教会，组织侪侪先人伫遮聚会，透过侪侪牧者的牧养，传讲你的福音，互因知，也安尼一代一代传落来。也因着你的教示，互阮的亲人通知互相帮赞、扶持，互相关心甲带导。也伫即个2017年的今仔日，互阮双连教会的会友，或者是聚会人数，拢已经超过1000人。总是阮知，这个祭物，阮永远都完袂了。所以，阮该搁较拍拼，搁较努力来为主来传福音，互双连教会成做正教会的教会。也对教会做福音的讲团，互台湾信主的人一代过一代来超过，搁较成长。听阮的主，你是真理的源头，智慧的开端。求你用你的教示恩典，赐予阮教会的牧者，互因伫传主你的信息、你的福音有智慧，也伫管理教会引带正中级会友有目标，同齐向前迈进，会当搁较亲近主。当阮要为着伫顶个月阮新选出的中级来祈祷，因为顶礼拜有2天强式的训练，为着就是伫未来的4年，会当照着牧师团所提出教会宣教方向甲目标，要用同齐脚步来向前迈进，也引带正会友来做敬拜、做侍奉的模范。总是阮要恳求主，求你互阮正会友、正兄弟姊妹知，传讲福音做上帝所交代的事工。毋是单定中级牧师的责任，搁较是咱诚做上帝每一位信徒的责任。因为这是上帝你所交代阮的大使命、大诫命。但这时，阮要透过阮同齐的心来向你恳求，求你透过你医治的大能，医治囡仔有受病痛、你疗养的兄弟姊妹，用你温暖的大手抱掉因心内丧向无助，来医治因。特别今仔日，若准因有公事，无倒来甲阮三甲敬拜兄弟，拢会当平平得到你对天来恩典，甲因三甲之地。也因为今仔日若有病痛无助袂当来敬拜的兄弟姊妹，
拢会当平平得到你赐福平安。阮所仰望的主，只是阮要将阮所有的礼拜、赞美、恭敬交互你。求你圣神甲阮三甲之地对头到尾引带，也听阮谦卑的祈祷，感谢。总是阮的祈祷，由阮无够额。阮要伫即时同齐出声，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三甲来祈祷。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听着阮，写伫阮的国父，亲像阮写伫国阮的人。你带咱入去，因我管理的爱，因我管理的拢是所有，大概如此。阿门。请三角来教读启英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9篇，圣诗后面第19篇，也是诗篇第95篇。来呀，咱就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对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海洋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呀，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阿妹，咱搁一摆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4首，圣诗14首，那落地到直直走，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是圣歌队要带咱赞美。感谢圣歌队秋景团带咱的赞美，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伫未读圣经之前，我要甲大家来报告。顶礼拜多有人甲问，想到恁书会念的圣经，甲恁头前讲的中文日头前，到以下头前的中文日本来无共，甲银波嘛有当时也无共。我大家报告吼，恁头前以下内底，迄是112年中文译本。阮读的检查有当时是罗马字的版本，顶头银波有当时是和合本，所以3个无共版本。中即个有通过，讲望中即个会当用中文译本来读。所以我即马用中文译本来读，若准会使方便，请咱大家查咱家己的圣经，不管你什物版本，读了后，恁用恁家己的看法落去看圣经，来配合牧师所讲的。这是我来教读圣经。头一位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现代中文译本就是恁头前，恁来当现恁头前。这个中文译本267页，迄个新约部分。大古汉译本197页，那会当尽量莫看银幕。我先用这个和合本的读吼，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望，凡事忍耐。中文译本是听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望，听会忍受一切。咱看第二位，罗马书第8章28节，罗马书第8章28节，现代中英译本是242页，嘛是新约部分。大古汉译本178页，我就用中文译本来读。咱知上帝甲遐个听伊的人，就是按照伊家己的旨意所呼召的，做伙工作，互万事拢有利益。以上，愿上帝来祝福听伊的话、照伊去行的人。这是咱信息，要请咱所敬听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来讲讲上帝信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分享是听是凡事相信的第一讲。咱有提起着，要相信一个人，实在是一种冒险，是真困难的事。咱也当时也讲着听甲相信的中间的关系。咱有讲要相信一个人，其实爱有2个条件。第一，就是讲咱若哪明捌，就哪相信。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咱若加就听，咱就有真大无共款。因为咱伫听的中间会当起做彼此的相信，伫听的中间会当起做信心。另外，你若哪相信，你会听了哪深。意思是讲，这2项有一个正面的循环的规律，就是伫听中间，咱彼此相信。然后咱彼此相信了，咱会听了更较深。最后牧师有引用这个加勒泰书的第5章第6节讲，因为当咱伫基督耶稣内底死命的时，受割的与无受割的拢无啥物关系。独迄个用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做是重要。这主要是咧讲当耶稣基督踮伫咱的心肝的时阵，咱生命得到改变。生命改变其实比迄个遵守遐律法、遵守礼仪更较重要。因为当咱生命改变了，咱会产生一种信心。这信心是用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所以用听的行动去见证信心，是咱每一项拢爱去认真学习的。这是咱顶礼拜所讲的。咱即礼拜要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7节，就是听是凡事相信。圣经中间爱咱凡事相信，到底伫每一件事顶面，咱爱相信啥物？要安怎去凡事相信？这是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伫分享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静静听候你。求你赏赐阮有智慧，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妙，也赏赐阮十足的信心，甲加倍听。互阮伫领受你的话了，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应光你。做阮只是要静静听候，求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圣经中间讲，你乃是凡事相信。
凡事就是讲每一件事，就是咱生活中间拄到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好事歹事，咱拢爱相信一寡代志。到底爱相信啥物货？即款相信表现伫几个方面，这是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爱相信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全能掌权。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掌权的上帝，所以咱爱相信，伫咱生命中间所拄到的每一件代志，无论伊是好事，无论伊是歹事，无论是顺境，亦或是逆境，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每一件事顶面，伊一定掌权。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讲，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因为咱对这段圣经和合本的咱常常拢足熟啦，所以现在的文言本的翻译其实是做类似，伊讲咱知影万事拢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所有临到咱生命的代志，万事就是一切的代志，无论是好也是无好，拢毋是空空发生的。这事会互相作用，伫作用的结果是要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所以这代志，每一件代志对听主的人拢有意义。检测看起来毋是一件好事，但是咱相信上帝伫每一件事顶面拢掌权，所有的代志拢伫伊的掌握中间。所以咱理解。相信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每一件事拢掌权。啥货是掌权？掌权就是讲，伫这个人，还是讲这件代志顶面有权力，然后伊会当影响这件代志，伊会当决定这件代志要成就也是无成就，伊会当决定这个人，伊爱这个人安怎，伊就安怎。这是咱来理解的叫做掌权。所以咱若拄着代志，咱通常若家己无法度解决的时阵，咱就爱找一个会当掌权的人嘛，对无？有一遍母亲甲母亲，对我的查某囝甲囝细汉的时阵，有一遍我看因两个咧佚佗，都好势好势，突然间小弟就无真欢喜走来找我，讲爸爸，这是埃及人。我讲恁这是台湾人，是埃及人，咱拢台湾人啊。伊讲这毋是，这是埃及人。伊讲我是以色列人，伊是埃及人，我就知影伊啥物意思啊。原来因这来当做奴才做啦，叫伊画东画西，叫伊做啥物拢做啥物货所以伊来找我。母亲为什么要来找我解决这件代志？因为伊知影我伫因这顶面有权力，我会当这件代志顶面掌权。而且我阁听因。所以伊来要求我帮助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一种好方法啦。所以我就叫因姐过来讲，姐你爱好好对待你的小弟哦，恁两个爱互相相听，毋通你的代志拢叫伊做，两个人爱合作，所以两个继续去佚佗，就好势好势。但是过无偌久母亲过来找我，伊讲妈妈有若变做埃及人，这下我就无法度啊因为我伫妈妈的手中无掌权啦。所以咱若拄着代志咱爱找安怎？爱找一个会当掌权的人，替咱解决代志。毋干他会当掌权尔，即个有权力的人，佫爱听咱。因为你若找一个听咱，但是伊无权力的人，安尼伊无法度替咱解决嘛。你找一个有权力的人，但是伊无听咱，伊嘛无愿意替咱解决。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掌权。佮听咱的上帝，所以咱若将一切代志拢交互伊，就无问题。所以如果你若相信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全能掌权，咱要做啥？咱的回应是啥物货？回应真简单嘛，就是咱来选择信靠嘛，信靠上帝嘛。如果咱若相信上帝伫每一件代志拢会当掌权，所以咱唯一爱做的就是将咱交托给上帝。因为伊一定会当帮助咱面对人生的任何问题。圣经一再的见证，如果咱若信靠上帝，
咱会得到真大真大的利益。诗篇125篇的第1节讲：信靠上帝的人，亲像锡安山同款，永远徛立，坚定不移。就是信靠上帝，当互咱产生一种稳固无摇晃的力量，互咱面对着任何困难的挑战，咱拢会当坚定徛立。圣经也安尼对咱讲，彼得前书第2章第6节讲：既然信靠伊的，拢无得到失望。所以，咱信靠一个听咱佮有权力的上帝，完全信靠伊，咱就无得到失望。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凡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咱要注意一件代志哦，即句经毋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利益哦。每一个人毋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对每一件代志拢得到利益，是听上帝的人会当得到利益。为什么听上帝的人会当得到利益？因为有一寡人伊无听上帝，伊无信靠上帝，伊无法度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一旦拄着困难、埋怨，伊就埋怨。当然看袂出上帝伫这困难中间所施行的恩典。但是倒边来看，听上帝的人无共款，因为伊深信主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所以听上帝的人会选择专心信靠上帝，伊会当靠着上帝所享受的快乐，超越过这的苦难。所以咱第一学习凡事相信，就是相信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全能掌权。所以我愿意将我一生交托伫主的手中，全然信靠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来学习的就是，伫生命中间咱会拄着一寡代志，咱无理解为什么这代志会发生伫咱的身躯顶，这叫做未知的事啦，无明白的事。但是咱爱相信，上帝伫咱无明白的事顶面，有完有美好的安排。所以凡事相信，就是相信上帝伫咱的人生的路程顶面，拢会引带伊伫咱生命中间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安排。有时阵伫生命中间，咱会拄着一寡代志，咱有时真学去了解讲，为什么咱会拄着这代志？所以咱拄着这代志，咱就爱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来判断这代志到底敢是上帝的心意。这代志到底敢是上帝的心意？这是真重要的。因为有时阵咱拄着代志是因为咱做唔对，做错误的判断，所以咱才会拄着这困难的代志。所以咱若假使是安尼的时阵，咱祈祷的结果，咱读圣经的结果，发觉讲是咱家己错误。上帝的话语嘛指正咱的错误，咱就爱全力去改正伊，阻止这个错误继续。但是如果祈祷了后，咱发觉讲心中真平安，伫上帝的话语光照下面，咱明白讲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安排。虽然咱也未全然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安怎，咱也是相信上帝的确有美好的安排。若安尼，咱若有这款的相信的时阵，咱要做啥物款的回应？就是咱爱选择顺服，选择顺服。因为咱若相信上帝安排一定美好，咱就是选择顺服来回应，选择顺服来回应。上较好的咧，就是耶稣基督伫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耶稣伫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因为迄个时阵，伊爱去面临着钉十字架这件事。上帝爱耶稣去钉十字架，为世间人死。检采是上帝的囝，有完真困难接受。但是耶稣伫这祈祷中间，求上帝将这个苦杯刷开。伊也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敢讲上帝袂当将这个苦杯刷开吗？当然会使，但是上帝的心意毋是安尼。因为这个无电所以我来插电一下。
真实的吼，咱人生有时有来拄着失电。接电了就会通啊吼。所以咱讲着讲，咱爱相信上帝有美好的安排，咱就爱学习顺服。所以咱看见耶稣基督伫即个克西马尼园，伊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安尼，伊就完全顺服。所以伫咱人生过程中间，有时咱会拄着一件事，就是可能有时阵咱会发觉讲。上帝会爱咱做一寡对咱来讲无意义的代志，你敢有要顺服？咱看记着伫圣经中间《路加福音书》第5章，耶稣借用即个彼得的船对群众讲道了，伊做一件事，伊对彼得讲：“西门啊，你将迄个船驶去迄个最深的所在，然后拍网掠去。”西门来应讲：“先生啊，阮伫遮无用几暝，拢无掠着鱼。但既然你安尼讲，我就拍网吧。”咱来明白吼，这对话真趣味啊！耶稣是咧做啥物？耶稣是咧做肉的。伊可能是一个有明白真理的老师，但是彼得是咧做啥物？彼得是咧掠鱼的。这加利利海是伊食饭的所在，伊遮久长伫遐掠鱼，所以照你讲吼，掠鱼的工作是伊比耶稣较高，照咱人的理解。所以耶稣一个做肉的去叫一个掠鱼的人讲，你爱去倒掠鱼，这咱个讲无法度思考啦，无法度想象。但是彼得安那？彼得讲，阮无用几日几暝，拢无掠着鱼。但是既然你安尼讲，我就拍网。结果因顺服的结果，就是迄个鱼网掠一大堆鱼，甚至因叫隔壁的船做伙来缀遮鱼，拢缀甲两只鱼船拢缀满满。所以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彼得顺服，伊就体验着上帝的荣耀。伊就体验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姊妹，咱来明白顺服其实是一件咱会当透过顺服来领受恩典的一个真重要的操练。但是咱来明白，顺服并不是咱人的本性，所以咱需要不断去操练嘛。咱看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咱看伊不断的祈求。圣经中间记载讲，伊有3遍祈祷。头一遍伊安尼祈祷讲：“天父啊，假使会当求你将互即个杯离开我，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爱照你的意思。”第2遍祈祷伊就讲，伊就无提讲假使哪会当伊就讲，若是袂当，伊甘愿接受迄个杯。伊讲：“天父啊，即个杯若袂当离开我，的确爱我啉，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咱看见着伊的祈祷第3遍甲头前讲的话相款，伊一遍搁一遍的祈求，伊就慢慢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慢慢顺服。所以顺服这件代志，其实是爱操练啊。有时阵用咱的理智无法度理解的事，咱来学习去明白，到底敢是真实是上帝的心意。如果若是上帝的心意，咱就完全顺服。伫我大学毕业进前，其实我从来无想着讲，我家己会当做一个牧师啊。因为我长期以来就是被训练，就要当做一个学手的，嘛要做一个机械工程师。而且我差不多家己判断我嘛无做牧师的一切条件，口才无好，社交嘛无好我甲人开讲讲无几句话，我就毋知要讲啥物话
嘛无假设无啥有人缘吼。我若去食倒吼，我若坐伫遐边仔拢无咧要坐人，迄是万来处罚万来，较要甲我做伙坐吼。除非讲我无需要坐伫我边仔，讲我逐个较walk过来讲，加减会当甲伊讲寡话吼。无甲我坐拢感觉足严肃诶吼。所以我伫感情上对别人诶感受嘛无真敏感。往往别人心内底有代志，我大概是最后较知影。吼，所以上帝呼召我做牧师，我祈祷真久。我讲敢有可能？别人吼，我甲我妈妈讲，我妈妈紧张啊要死吼，比我较紧张，困袂去吼。我讲较有可能。我昨有机会去去参加迄个建贤长老诶场午诶个别式吼。就是小芬传道的老母，个别是去甲高雄的三民教会，迄是我新堂医的时阵第一间去实习的教会。我坐伫迄台仔顶吼，我就去思考我当时阵受呼召的心情。我想讲，迄个时阵其实吼，我虽然去读新堂医，但是我对我家己够有能力牧养教会，抑阁真怀疑。但是如果我知影，我祈祷真久，我知影这是上帝的心意，我只有顺服。我顺服的上帝就使用我，无论伫机构也是伫教会，就使用我来成做一寡人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用咱家己的理智，无一定完全当理解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伊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咱只有学习，如果咱追求上帝的心意的过程中间，咱确信这是上帝的心意，咱就学习顺服。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还有一个相信，相信上帝伫未来的代志顶面有伊的时间。就是讲上帝伫时间顶面准确袂失误。就是咱检测还未看见的时阵，咱就相信上帝的确伫上界适当的时间中间，互咱上界好的应允。圣经中间安尼讲。因为咱行事做人是凭信心，毋是凭目睭看见。有时阵咱目睭也未看见，咱爱凭信心去接受。信心是啥物货？信心就是对所仰望的代志有把握，对也未看见的代志会当肯定。所以信心就是也未看见的时阵，咱就相信上帝的确伫上界适当的时间会有上界好的安排。然后对所仰望的代志，咱有把握，伊一定会伫一个对咱上界适当的时间成就。咱内心爱有即款的肯定，这就是相信。所以有一寡，特别是咱中间诚做大道的人，因为咱常常咧大道的时阵，咱就发觉讲，咱大道的这个代志拢真困难。咱大道的代志，万往伊还未发生，但是大道的人爱用信心的目睭。去看戏，上帝要互咱中间的应允。所以如果你若相信上帝有伊的时间，伫未来的代志顶面有伊的时间，咱就爱选择啥？选择听候，选择听候。咱来学习的就是听候，而且是伫仰望中间去听候。咱确信上帝的确照伊的美好的旨意，伫适当的时间将伊的旨意实行伫咱的中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拄则有讲过，教会大道者爱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因为咱所大道的代志拢还未发生，咱拢咧等待伊发生。所以，如果你咧听候一个答案，你听候一个机会，还是讲听候一件代志的突破，你需要有充足的信心，用信心的眼光去听候。上帝要赏赐咱的仰望，你爱明白上帝知影啥物时阵上好，伊的时间表是上界完美的。我举一个例来，互大家了解。我有照顾两个囡仔，这两个囡仔差3岁，这个木星大约4岁外的时阵，木星较1岁，迄1岁的时阵迄囡仔当咧大拢不时巴肚真紧枵，有时阵枵。要食牛奶就会伫遐大声哭。咱做爸母当然爱替伊准备嘛，就爱去兄水对无？兄有小开咱泡牛奶嘛，有时哭真大声，
我这边听到木星的蓝小弟讲，唔通哭，不要哭哈，哭也没有用，哭那无路用啦，哈，好，你再等一下，哈，哭也没有用。啊，这句话吼，我记条条，我感觉讲啊，这真正有时阵咱是安尼啊，吼，因为吼茶也未遐滚嘛，啊，滚无用滚的茶，怎么样泡牛呢？吼，有时阵咱咧听候上帝答案吼，咱会着急啊，吼，啊，咱是毋是会灰心？吼，啊，有时安尼，亲像囡仔安尼大声吼，但总是你要明白上帝有伊的时间啊。所以，当你咧做即款的祈祷的时候，你也想讲，迄茶也搁咧响，吼，那茶响滚，咱就当食着上帝要供应咱的五年。所以，上帝有伊美好的时间，有伊美好的计划，咱来听候，而且是耐心听候。伫我服侍过程中间，我捌拄着一件代志。我伫担任大专中心的辅导的时阵，我有一遍吼。我骑奥多麦要载一个学生回去厝里。啊，我咧骑奥多麦其实吼，我是拢袂骑足紧啦，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袂爱头前有车啦，吼。所以若看到车，我就想要来超过，想要来超过吼。啊，结果有一遍，我就在伊咧骑车的过程中间吼，啊，叫突然间一台车吼，对迄个停车的所在，安尼要切入快车道吼。我伊嘛驶了真紧，啊，我咧骑吼，啊叫。无细力煞去弄着伊啦吼，啊弄一个伊即个倒边的即个目睭面啦吼，就即个后照镜吼，要弄一个煞落落来。我即声我看到迄台车，我真惨啊！迄是只进高车吼，迄我台湾看拢无几台啊，吼。啊，我着讲安尼弄着嘛是爱人赔着吼，啊伊着讲安尼，迄个嘛真好咧，讲安尼无咱来迄个修理车的车厂吼。啊，叫迄个修理车的车厂来讲，哇，这足贵吼！狮子大开口，甲我讲爱付一大笔钱啊！啊，我迄阵伫大专中心做工作者吼，无偌济收入啊吼，啊，毋知影要去付即笔钱。啊，我突然间想着讲，啊，我大学时代吼，因为我读机械系，所以捌办过一个活动吼，捌迄个车的品牌吼，汽车公司的一个主管。啊，我去找伊的电话出来，找着吼，我就拍电话互伊。结果伊就讲，伊就帮我调即个后照镜啦，吼。结果讲吼，全台南市领一个尔，吼。啊，迄个已经要有人要订啊，吼。啊，结果吼，伊帮我省差不多一半钱啊，吼，帮我省差不多一半钱。啊，但是吼，迄笔钱嘛，毋是我迄当时阵会当负担的啊，吼。啊，做烦恼的，想讲吼，就算看我离我的宿舍看讲对种会当卖，对种会当断的，我甲讲哇，真正拢无啦，安尼要安怎吼？啊！突然间，迄个时阵吼，过一两工了吼，我接到迄阵我伫南门教会的牧师吼，孙牧师拍电话互我，伊老讲啊，正道歹势吼，你伫暑假的时阵吼，捌来教会做服侍，因为迄个暑假的时阵新学生都爱休困，啊，所以伊就迄个孙牧师邀请我去教会内底做少年团契辅导吼。伊讲啊，真歹势，迄个时阵伊拄出国吼，啊，会计人员若无。袂记即发互我工读金啦，吼，迄助学金，吼，啊，迄我发生即件代志是做圣诞节的时阵啦，吼，所以已经过真久的时间啦，吼，啊，我头起嘛是感觉讲是做义工啦，吼，啊，但是伊无想到讲孙牧师通知我讲爱去摕领即笔钱，啊，我就真欢喜去领迄笔钱，啊，领来了，哦，去加一点仔钱，拄会当付即笔迄个车祸的损失，吼。啊！我咧心肝咧，我足感谢上帝。我想讲吼，我若暑假的时阵吼，迄个会计吼，若会记即互我吼，我迄个时阵若开了啦，吼。啊，拄仔替我欠钱哦，欠啊迄个时阵较互我吼，拄会当用即笔钱来付迄条钱吼。啊，真感谢上帝。啊，所以我确实想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吼，有伊的时间啦，吼。所以当咱无论是祈祷，就是咱心中有一个期待，咱交互上帝。咱心中爱有一个期待，讲上帝的确照伊的旨意实行美好的计划伫咱生命中间。咱来学习吞论听候的功课。所以今仔咱学习3项，第一项就是咱相信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完全掌权。所以咱安怎爱信靠。第二项就是讲咱真实明白上帝
伫未知的代志，咱无明白的代志顶面有美好的安排，所以咱学习顺服。第三项事，咱明白上帝伫未来的代志顶面有伊的时间，咱学习听候。愿上帝亲自祝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帮助阮，去思考你的心意。恳求主，你互阮学习听候、学习顺服、学习信靠，互阮会当将阮生命中间的每一件事，拢仰望交代你。阮相信你的确有美好的计划伫阮中间，你也有会伫上界适当的时间，将你的应允赏赐互阮。求主赐福保守看顾，特别伫大港节期的时，主阮恳求主，你帮助阮有耐心听候的操练，互阮常常仰望你来得到帮助。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参加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圣诗342首，圣诗342首伫主听堂内面，请咱起立参加来吟。请坐。所在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奉献是每一位基督徒拢应该爱尽的义务，嘛是责任。若准你对这个奉献的意义无了解，请你当勉强，这是咱参加来进行奉献。
大家来感谢。感谢慈悲听当爸上帝，感谢你白白赏赐阮一切，互阮通倚靠你，互阮伫生活中无得欠缺，互阮生命得到喜乐甲平安。但愿即时将阮所有的担保奉献予你，诚做你成的路用，求你来降力，共你接纳，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我来报告，请咱三角来掀开周报。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请咱大家掀开来看。本会消息本周的特别事工，本周日是所定的一个感恩的节日的主日，毋是美国迄个感恩节啦，是咱为着这个节日来做感恩。伫即时，咱来时时来圣孝主的恩典，日日来分享主的主爱，透过咱的奉献甲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的事工。所以特别伫下晡，咱有一个感恩我不爱讲节啦感恩的音乐发表会12点半开始，伫16礼拜堂，咱有爱乐管弦乐团、儿童的子弟班、儿童节奏班、小小西罗亚、甲少年幼稚园的小豆芽的诗班，以及儿童合唱团、甲立位手中团，拢总有8团，直接来联合来演出，请咱大家第一来参加。第3项，圣诞节的事工，咱要来伫社区来分发传单。伫12月初3开始，就是下主日中昼咱食饭饱就要来分发。中晝的时间伫即个东区甲南区的即个即个区目会带领伫即个804教室午餐到老灵仪厅是西北区要来到社区来加迄个路来分传单。第4项福音的地会福音地会，圣诞福音地会，伫12月初9拜六下晡1点半到3点45，是10楼礼拜堂要来主题是讲改变，见证的分享是夜欢姐妹，如果是演艺人员来有分组有地点，请大家第一来参加。过一点要报告第7面，请咱先归隔壁第7面，双年时钟关怀基金会伫后礼拜六，就是12月初2下晡3点到5点，咱毋望会当较早伫2点半来一场，伫7楼咱教会7楼礼拜堂要举办守护视障独居老人的即个音乐会地会来分享，欢迎大家来参加。有金志坚娃娃，这应该是牧师娘搁咱行教界真出名的OGS 欧冠、黑冠、欧达啦重奏欧之上咱请咱大家第一来参加。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而且来关怀大道，欢迎新来宾。大家平安。这个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几位兄弟姊妹，叫张之清小姐，张之清小姐，伫遮后边欢迎你来有王家信先生，伊对巴西回来欢迎。彭美惠小姐，对国外回来台湾再有一位沙比亚特士安，应该是原住民的朋友伫外面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咱中间我无介绍到的。咱欢迎遮个贵宾咱等下请伊边仔遮个兄弟姊妹会当来带到迄个贵宾席的所在，互咱的同工会当搁做进一步的交代。牧师也要提醒大家，咱
后礼拜开始就是咱的大降节吼，就是大降节就是咧听候主耶稣基督降生吼。啊，所以咱陪伴咱的心。啊，当然咱伫教会有会推动真济遮个事工甲活动吼，拢记载伫周报内底。透过咱推动遮个事工遮个活动吼，就是要互也未认捌上帝，也未接受耶稣做伊个救主的兄弟姊妹，有机会来到咱的教会。所以请咱让邀请咱的朋友邀请因来参加遮个活动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时阵，牧师带大家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圣殿中间领受你的话。主，你的话诚做阮属灵的帮站。我也恳求主，你加添阮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透过见证来荣光你。阮中间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赏赐加倍恩典互阮，互阮伫你的保守下面，阮的心神肉体你得来复原，互阮当阮健康起来时，阮也要用阮的性命来做见证，来荣耀你。阮将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带保守。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上营511首，请咱起立三角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差遣。